后来乡亲啊，美国11月初3要来选总统，74回川普甲77回拜登，将做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剩最后关键的一礼拜，川普甲选民来发话，讲若投予拜登，生活就会去互毁掉。若拜登是参加着名嘴欧普拉时事的节目，强力催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甲因某吉尔伫户籍地德拉瓦投下因新城的选票。今晚离美国总统大选剩较无一礼拜，目前已经有超过7400万人完成投票。这个住伫阿拉斯加的妈妈今年43岁，唔捌投过票，不过为了投票好囡仔看，伊决定投下人生头一张的总统选票。It was very monumental for me. 民主党的阵营第二杯拍出明青牌，拜登登上美国名嘴欧普拉的时讯节目，爱大家赶紧去投票。伊副手贺锦丽，这时到亚利桑那舞台顶要 R&B 的歌手艾丽西亚凯斯替伊加油。If you vote for Biden, it means no kids in school, no graduations, no weddings, no Thanksgiving, no Christmas, and no 4th of July together. Other than that, you have a wonderful life. 美国总统川普继续以旋风式的行程伫亚利桑那批评拜登会摧毁选民的生活。川普本人是会摧毁新型的冠状病毒。依照美国投资人商业日报 IBD 出27个民意调查，拜登以50.7%的支持度领先川普的46.3%。其他主流媒体像 CNN、纽时报所做的民调，拜登嘛是遥遥领先，看起来是稳赢的。要不4年前民主党所派出来的希拉蕊嘛是伫民调领先，尾手嘛是输川普。两党候选人今年拢唔敢轻敌，拢将战到最后一刻。